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文化中心的平面停车场，那我们透过跟前瞻建设争取预算呢，把这个平面停车场立体化，那变成是一个7+18层楼的立体停车场，还有一个地下1层楼的机车的停车场，那总共可以提供211个汽车席位跟172个机车席位。我想对于解决不管是周边民众的停车问题，跟要来文化中心看展参观的民众的停车问题的解决，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市政府对于停车场立体化的政策会持续的进行。那今年下半年也还会有大概2场的这个前瞻立体停车场会来这个完工来启用。那我想会持续的来跟中央争取预算，也在持续规划市区的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在我们里民也等了很多年，盖好之后也会让我们周遭的里民停车更方便，因为那个也疏解到我们文化中心展演之後的停車問題。長榮酒店的停車機車也可以疏解，真的是對我們忠孝里這裡的停車有很大的改善。在1樓跟1樓的挑工區，也就是有2層樓的一個高度呢，未來將由我們文化局來規劃為文化中心的一個藝廊使用預定在今年年底，那我們就會完成室內裝修。那馬上呢，我們就會來策劃第1檔的一個特展，會有成大的陳明慧陳老師以多元族群的角度，然後結合多媒體的一個創作我們來展現一個文化中心複合空間一個藝廊的一個展示的一個功能。那這個會在明年的一個上半年呢，我們就會向各位市民來推出，也歡迎各位市民在享受一個便利的一個停車空間的時候，也能夠來觀賞我們優質的一個藝文作品的一個展出。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解文化中心新風貌，智慧前瞻好停車，台南文化中心立體停車場正式啟用。我们东区文化中心旁边的立体停车场以及演艺空间，终于能够停车场先试先行，先能完成。那么我们文化中心的在演艺厅新增加1、2楼的演艺厅这个部分，也将紧锣密鼓的展开，即将完成。因为这个地方为了要维持文化中心的展演活动，所以说是等于说穿着西装改西装，因此工程进度没有办法大刀阔斧很快的进行。总之，也让周边的里民以及台南市民盼来了新的这个停车空间，尤其在东区寸土寸金的地方，那停车空间稀缺的地方，我们能够及时提供211个汽车以及172个机车，对民众的停车拥塞的情形的疏解是有帮助的。那随后东区还有其他的地方，包括监理站的这个旁边的图书馆以及立体停车场，还有北区的承德里的立体停车场，以及原来这个善化的 LM 区的立体停车场，还有永康成功里的立体停车场，这些都会陆陆续续在这1、2年内完工。那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更大幅度的疏解我们停车的需求。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4月2號禮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東區左南里望40棟的活動中心4月2號總算是開工動土了，由市長黃偉綽親臨主持，會中鄉親攏以辦喜事心情前來，見證因的第2個厝。公所表示，未來活動中心將調向多功能使用，預計在115年會當完工。伫人西的各月鬧熱座陣，市長黃偉綽甲東區區長黃炳文等儕民代貴賓，攏親臨記號動土典禮，場面相當盛大。因為伫鄉親眼中，左南里活動中心是因望40棟的建設，4月2號將已開工。我們活動中心的立場就是市長的立場，就是希望能夠越早越快越好只要找到合適的土地，大家可以趕快群策群力把活動中心蓋起，因為可以提供里民很棒的一個活動的空間。
老人人口一直在增加，那所以这一块我们一定要做。但另外我们要顾老以外，我们让小朋友能够很快乐的在这个边活动，所以我们户外空间有非常好的一个规划，大家可以闲话家常的一个区域。经过2年市长、4年区长的专案里活动中心，在位伫富联路巷内精华区域，大约215坪，投入4250万的经费。未来将兴建地上3层，提供包括照顾老人、体验幼童等多功能的公共空间。整体活泼的外观，结合社区等的设计，更象征是里民第二个厝。当然，活动中心将以美梦成真，上感动的也是拍拼争取的主亲里长甲议员小婷。在这个里也服务40几年啊，能够把这个活动中建成，然后给我们以后里民有很大的空间的活动，活动给我们里民呢有一个休闲啊或活动啊，创造这个一些才艺的地方。2三下的功夫呢，其实过程中呢努力了5年，整整5年。所以芝姐跟艾迪家呢，好像也是孕育出一个小孩的这种概念啊，所以非常的兴奋。根据了解，东区的活动中心除了2号专案里的动土，另外仙台里甲后甲里伫4月底5月初嘛拢要正式启用，希望东区会当一步一步落实一里一活动中心的目标。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委托理校发展协会办理青少年探索班，2号伫中头社区活动中心开分，将透过多元学习机会，帮助青少年探索生涯规划，找到人生的方向。社团法人专任教育甲理校发展协会，当年来辅导非主流的青少年就学甲就业，20年来辅导超过2900位学生。更加得到教育部国教署颁发中毒之优的辅导单位，甲辅导员的奖项。今年开办青少年的探索班，并且选伫年假进前来开分，包括教育局、辅助中心、学生校外会，甲劳动部青年职业发展中心等单位，嘛拢到场出席，勉励青少年学员。感谢各界长官来宾来莅临来参加我们这个开训典礼哈。那我们少年探索班是在辅导青少年就学跟就业的，找到未来人生的规划。那我们这个计划从97、98到现在一直延续下来，帮忙好几百个青少年找到他未来的生涯方向。我们都说过，在学校教育是否成功是3个最主要的面向。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我要支持。那第2部分就是社区能够合作。那刚好我们协会，它除了做这个亲子教育以外，它也直接介入来处理这个帮忙我们这个青少年朋友们。所以在座所有的家长跟同学们，你来选择来参加我们这个营队，绝对赚到，好不好？绝对赚到，然后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来了解自己这个人生想要往哪个方向来走。理社协会理事长施炳辉嘛表示，会选伫年假进前来开分，因为有儿童节，今年的课程先增加理社培力，佮着相关的课程，带领学员认识儿童权利公约。接下来是清明年假有儿童节的部分，那针对是西亚儿童权利公约的话，会是儿童的部分也有包含18岁以下的。青少年的部分刚好今年度的话，我们想要结合的是西亚儿童权利公约的表意权，来进行儿少的培力。那希望说让课程的进行当中可以让青少年学员的话可以一起参与在这当中，然后让大家可以一起去讨论说，可能课程的话想安排哪些课程。然后想要去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发表会等等之类的，那就希望说今年的话是我们每年都有不同的特色，然后像去年是跟南大戏剧合作办理成果发表会跟戏剧的课程，那今年度的话，我想说就是用西亚儿童权利公约来去做课程的设计跟代理，那希望说今年度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成果的展现。主办单位教育局辅助中心表示，目前青少年探索班还佫有名额，欢迎符合资格。15到18岁各中毕业、无升学、无就业的青少年，拢会用来报名参加，共同探索家己未来的生涯甲规划。台
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庆祝儿童节，台南市南区公所结合在地幼儿园、甲万里万年文史推广协会，共同举办穿越时空童年派对，以50年代的复古童玩，有爆壳仔、纸仔台、做碰糖、甲坐牛车等等，吸引不少亲子来参与。为庆祝儿童节，台南市南区公所伫每年儿童节进前，拢会举办相关的庆祝活动。今年结合在地卡罗幼儿园，伫个园区内举办穿越时光童玩的嘉年华，透过小朋友活力的带动场，为活动来揭开序幕。转转敲敲，转转敲敲，奇怪爱不奇怪？今年的活动以50年代复古为主题，将旋转木马、套圈圈、甲伫弹珠台等7套物仔拢搬到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区长、议员以及这位里长拢到场参与，场面热烈。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让小朋友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儿童节。我们思考有4个主轴，第一个就是陪伴、快乐、文化跟传承。所以今天拢行复古的味道了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陪伴你的小朋友、你的小孩，跟他们一起快过一个属于他们的节庆，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回味。今年特别跟我们卡罗、跟我们郭董来做一个结合，那希望在儿童节前夕办理这样子穿越时空的一个童年派对，让我们的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我们家长一起跟着我们的小宝贝穿越时空，回忆一下我们过去以往的童年非常感谢我们卡罗郭董就是在基础教育的里面办得非常的好，受到很多家长甚至公部门的一个认同啊。未来我们一样共同就是提供一个非常优质的学习环境，一起努力给我们这位小朋友，用着祝福的心，祝我们在座所有家长一切幸福。那我们更祝福我们所有小朋友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一切都能够顺利，就像今天一样那么快乐。另外，公所还结合万里万年文史推广协会，将煮碰糖、甲伫棉花糖等设备嘛刷到现场，互小朋友来体验。甚至连家长甲区长嘛拢亲自来煮碰糖，现场还有坐牛车、饲牛食草等，以及无共大小的布袋戏翁仔介绍甲伫互动，现场欢乐声不断，互大人甲小朋友提前欢度欢乐的儿童假期。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全国唯一开设漫画系的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嘛准备一份第4月儿童节礼物，就是替197位囡仔画出专属的 Q 版漫画。该校校长嘛一一把作品送给因。全国唯一培训专业漫画、游戏美术和公仔设计的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今年漫画系迎接儿童节也接获一项任务，就是帮汉家幼儿园每位小朋友精心绘制专属的 Q 版漫画，也让家长一到学校就和孩子一起找寻自己的 Q 版漫画，只说孩子很开心，学校很用心，富有收藏价值。画的像不像？像，开不开心？开心。那你觉得姐姐厉不厉害？厉害。很开心学校办这个活动，而且其实在汉家念书，就是很多活动都可以跟科大结合，我觉得蛮有意义的。而且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画的 Q 版画，他刚刚看到也很喜欢，很有收藏价值。漫画系学生生动捕捉幼童天真的表情，适时展现创作实力，更希望一步一步在校开启漫画艺术的能量。小就喜欢画图，然后就是刚好发现这里有漫画系这个科系，然后就是想要把画图当成自己一生的职业，一次又一次这样子去揣摩累积，后面越画越快，然后就能体会到那种我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掌握的越快的这种收获吧。迎接儿童节，汉家幼儿园8个班197位幼童齐聚一堂，一班一班轮流上台，又跳又扭，每一位都是家长的开心果。
更开心也特别的是，接到校长亲手送的 Q 版漫画肖像等儿童节礼物，场面相当温馨。刚好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有漫画系，然后我就请漫画系的师生一起来共襄盛举，帮每一个小朋友画一个 Q 版肖像漫画。我想这样子对于小朋友来讲，应该会过不一样的儿童节。然后对于小朋友来讲，很多的儿童的玩具应该都有，但是如果有一个客制化的，会更加有意义。拿了一支笔，漫画的笔，它就能够勾起每一个人的故事，然后用他们的色彩，可以传递我们的感情。这样的科系真的令人心仪。学校用心替每一个小朋友打造专属儿童节礼物，别出心裁的创意和惊喜，相信看到每一个孩子开心的笑容，一切都值得。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相关的学府东山区青山国小安排学生前往1点半钟车程的市区静待册城。每一个人亲身替学校图书馆选册，中昼长时间也搁到牛排馆用餐，过了一个有册芳美食的儿童节。青山国小多年来推动活读8伊日，除了有第一届杰出校友前正大校长郑定旺博士关进的图书馆，推广活读亲近活动。平常日学校师长包含行政人员，也建立班级陪伴囡仔活读。做新教式的示范。议员蔡玉辉某一次注意到青山学生热衷活读，伫去年年底主动为学校争取各地图书的经费。学校趁着这次图书采讲，特别传领学生做伙来到正大册城，为图书馆来竞册。我们带到台南市的正大书场让小朋友去挑选1到2本他最喜欢的书作为他儿童节的礼物。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感谢我们的那个尤小姐我们贵族世家的尤小姐，其实也算我们的校友了。她爸爸在我们学校毕业，她曾经在我们学校就读过。然后也感谢我们的那个姚记者的这样的一个穿针引线再串起这样的姻缘招待全校师生来这里享用那个牛排餐。所以今天是书香牛排香给小朋友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知影到青山国小的师生来到市区选册过儿童节，台南市华勤记者协会理事长姚振宇即主动联系郭建顺校长，并甲好朋友国际赛主会300亿万区新住民委员会主席，也是新营贵族世家牛排馆的头家尤慧雅共同出钱，招待青山国小80位师生来用餐。知道说青山国小要过一个不同的儿童节，然后他们到市区去采购书。那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想说，其实我长期也希望说能够关心偏乡的学童，所以正好有机会，再加上我的好朋友正好在新营开牛排馆，所以我就从中撮合。那我们2个是自掏腰包，希望说能够招待小朋友。那也很感谢校长的安排，也希望大家小朋友能够吃得很开心。这一次的儿童节有吃美食，还有选书，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是以青山国小资深校友，我也在学校读过1-2年的时间啦那我国小1、2年级是在青山国小念的，所以我是以老学姐的身份呢，来邀请小朋友他们来这边欢度儿童节，也希望各位小朋友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儿童节的餐点。青山国小的学童因为爱上活读，甲推广家乡产业，得到关注，引来各方的资源甲关爱。也因此，让师生提前度过一个有意义而且温馨的儿童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的新住民人口相当的多，趁着假日时啊，斗阵伫公园举办音乐联谊活动。除了穿着家己国家的衫，每一个人也搁传一项菜，伫餐场是一个料理大餐。
另外，热天特别到了，嘛由新住民甲新住民选择如何做好天高这个预防措施。结婚来台南的60多名新住民，穿着越南泰国等无同国家的服装展示，非常的水。这天特别伫公园举办一场音乐联谊活动，不过重点是爱宣导天高热。由我们的新住民宣导给我们的新住民，更了解登革热是多危险在东南亚呢？所以呢，由我们就是要解释。有时候大家会怕，我们去做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发 DM？ 那不是 DM， 是我们有6个国家的字在里面。比如你去越南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你有身体发烧、酸痛，就是不舒服。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要特别跟医生说，你从越南回来的。讲起来，连边仔的卫生局人员拢插袂上话，相当专业。来自越南的莎莎提醒搁提醒，新住民伫台湾嘛爱有防治天高热的观念。其实北区有侪新住民人口，区公所秉持着多元族群的精神，想要创立一个交流学习场所。咱真正爱找一个会当互因甲咱会当有交流，会当学习，会当有一个双向沟通的好机会。因有困难的时阵，因有人会当来询问，或者是咨询，或者是说可以帮助他们的。所以说，未来北区在对新住民的照顾绝对不遗余力。活动当中，每一个人也搁带来家己家乡的特色菜色，现场直接变成异国料理大餐。朴素咖啡嘛免费招待咖啡点心，也搁准备越南版的卡拉 OK， 予大家唱歌同欢。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麻豆农会举办农民表扬大会，表扬37位杰出农民，感谢所有农友的辛苦，让麻豆的文旦产业会当推广出去。希望未来农会甲农民会当继续共同努力，甲麻豆特产打造成知名品牌。麻豆区农会举办农民节庆祝活动，邀请农民朋友做伙食饭，借由参会慰劳农民的辛劳，并表扬杰出的农友，感谢因为麻豆所付出的努力。今日是咱农会所办的农民节啦每一届农民节到，就是代表文旦就要到啦希望咱农会伫咱大家支持之下互阮总干事会使用足用心的甲咱农会经营较好所以今年希望咱文旦我看油开了真济，一定真丰收啦希望咱这中官贵宾会当甲咱农会多多益寿啦互阮农会业绩会当愈来愈好这次总共选出37位杰出农友，农会也特别安排受奖的农民行红毯，让体验行星光大道做明星的感觉。也接受大家对您的一个恭贺之意所以大家可以慢慢走不用急。今年我们刚好接我们的代表会，然后接下来就是办理农民节，让我们农民辛苦一整年，然后来到这里，我们给他一个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聊一聊，然后谈谈我们的产业，然后我们会把他们去年一整年的一些好的成绩，比如参加文旦评鉴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很多业务上的支持的部分，我们颁予奖状来鼓励他们。麻豆区农会表示，未来会更积极努力，跟每一位农友合作发展特色农产，将麻豆的特产推广出去，让每一位勤奋农民辛苦有价值。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专题投资者结合马戏技术甲绘本精彩内容，福卡萨吉米马戏乐园就伫咧台南水高社文化园区，有计将吸引大量的亲子游客，带动春季的旅游热潮。20多种的马戏特技，让人看了目不转睛。这是结合作家吉米的绘本，打造全台首出马戏定目剧，还请来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来操刀担任导演。马戏这个东西是我第一次做，很多人都很惊讶，我自己也很惊讶。可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日剧有呢，有当时真有准啦那在所有的这些剧种里面，马戏就让人家开心，
所以我就不知不觉间走进了这个奇幻的世界。这场融合马戏艺术与创意的奇幻盛宴，就在台南水交社与市府文化局合作，佛卡萨马戏团还架设了28米、7层楼高的帐篷，里面可容纳1200名观众，将带来27场全新剧场沉浸式体验。马戏棚是从吉米老师的绘本里面去把它实体化出来，所以这集马戏棚是全新去定做。我们花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去绘图，去请设计师去画画，让我们去通往世界的第一站，好像是从台南出发。整个表演的风格，我觉得其实这是可看，非常非常可看的。所以在3月底的时候，从3月28开始，一直到4月27号，整整1个月的时间。欢迎大家一定来台南。马戏乐园为期1个月，更直接将绘本场景搬进现实场域，让所有人都可以身临其境，走进吉米画笔下的梦想国度，非常适合亲子家庭一起来玩。记者邱海豚的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刚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